你好，我係嚟自 Conserve 嘅 Kyle。我哋好自豪能夠同當地嘅水務局合作，為房主提供呢一項名為 RISE 嘅免費灌溉改善計劃。呢段影片係工作坊影片，睇咗佢將會幫助你了解所包含嘅服務，你可以期待嘅預約內容，以及點樣喺之後維修你嘅系統，保持你嘅花園健康，並且有效利用水資源。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如果你睇緊呢一段影片，就意味住你已經註冊或者即將註冊呢項計劃。註冊過程好簡單，一旦你通過水務局嘅計劃頁面註冊，我哋會聯繫你確認資格並預約你嘅免費服務。當我哋到達現場，我哋將會評估你嘅灌溉系統，並根據你嘅具體需求提供以下服務：灑水定時器安裝同設置，噴頭同灑水器本體升級，小型維修例如噴頭損壞或者閥門漏水，個性化嘅慳水建議。而家我哋好快咁了解一下典型嘅灌溉系統係點樣運作嘅。花園被劃分為不同嘅區域，每個區域由一個閥門控制。你嘅閥門同定時器或者稱為控制器連接，佢話俾閥門知幾時開啟或者關閉。水從你嘅主管道流經閥門流向灑水器或者滴灌系統，以灌溉每個獨立嘅區域。嗰個系統會根據需求，例如草坪、灌木或者花壇，對花園嘅不同部分進行灌溉。RISE 計劃係為運行中嘅灌溉系統設計嘅，咁意味住你嘅閥門連接同埋管道喺我哋到達之前必須已經正常運作。如果你嘅系統冇辦法運作，例如閥門冇水流、閥門冇從定時器響應，或者喺混凝土、瀝青或者樹根下有重大洩漏，你需要喺申請計劃之前修復呢一啲問題。RISE 嘅目標係增強你現有嘅系統，以提高水效，而唔係從頭重建佢。一旦你嘅系統運作正常，我哋可以通過有針對性嘅升級嚟到改善其性能，例如智能定時器或者高效能噴頭。而家就等我哋講下你參加 RISE 計劃訪問期間，我哋會評估並可能升級嘅一啲灌溉組件、灑水器本體、噴頭、閥門同埋滴灌系統。呢啲係你系統中負責主要工作嘅部件。當佢哋冇辦法正常運作嘅時候，你可能會睇到乾燥區域、溢水或者水資源浪費。從灑水器噴頭開始，我哋經常會睇到舊嘅或者唔啱嘅噴頭，會導致灌溉嘅唔均勻或者噴灑過量。當需要更換嘅時候，我哋會使用可調式嘅 WAN 噴頭。WAN 代表可以變弧度嘅噴頭。呢啲噴頭可以俾我哋精細調節噴灑角度，以達到更好嘅覆蓋效果，幫助提供效率並且減少浪費。請記住，噴頭更換係根據需要進行嘅，並且根據你嘅系統需求，數量有限。我哋仲會檢查你嘅灑水器本體係咪有損壞，以及功能係咪正常。如果我哋發現任何問題，我哋會根據需要進行更換，並喺計劃範圍之內處理，確保一切正常運作。對於閥門，我哋會檢查係咪有故障跡象，例如閥門卡住冇辦法關閉、冇辦法啟動或者漏水。如果我哋發現有任何問題，技術人員可能會喺你訪問嘅時候建議更換。至於滴灌系統，我哋會進行一般評估。由於滴灌管道同埋滴頭通常會隱藏或者埋喺濃密嘅植物下方，我哋冇辦法檢查每個部件。不過，我哋會檢查可見區域，並且尋找明顯嘅問題，例如破裂、堵塞或者漏水。如果我哋發現可以喺計劃範圍內處理嘅問題，我哋會處理佢。請記住 ，RISE 計劃並非全面系統更換，佢專注於針對嘅高影響力嘅改進。俾我哋花啲時間去講一講，我哋通過 RISE 計劃提供嘅最具影響力嘅升級之一，具備 WiFi 功能嘅天氣感應灑水定時器，亦都稱為智能控制器。呢啲定時器設計係用於根據天氣條件、季節同埋植物需求，自動調節灌溉時間表，慳水令你無需費心。呢啲控制器使用從互聯網獲取嘅當地實時天氣數據，咁意味住佢哋可以喺落雨之後跳過灌溉，當天氣較涼縮短運行時間，並且喺更熱、更乾燥嘅週期自動增加灌溉時間。
當我哋安裝你嘅新智能定時器嘅時候，我哋會將呢啲控制器安裝並且接線取代舊嘅定時器，連接到你屋企嘅 WiFi， 並根據你嘅景觀同埋當地灌溉規則進行設置關鍵嘅慳水功能，例如落雨跳過季節調整，同埋基於區域嘅運行時間，指導你使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，等你可以隨時隨地監控或者調整系統。目標係消除灌溉中嘅猜測，為你提供一個高效、自動並且便捷運行嘅系統。完成 RISE 計劃之後，保持系統高效運行非常重要。以下係幾個簡單嘅維護建議，你可以按照呢啲方法慳水，並避免昂貴嘅維修費用。每個月檢查你嘅花園，查下係咪有損壞嘅噴頭、濕立立嘅區域或者乾旱嘅。檢查係咪有堵塞，灑水器噴頭可能會因為泥土或硬水積聚而堵塞。調整噴灑方向，確保水流唔會噴灑到人行道、圍欄或者車道上。檢查係咪有洩漏、管道或閥門輕微嘅漏水，每星期可能浪費數百加侖嘅水。清潔過濾器，如果你有灌滴系統，請每個月清洗一次過濾器。測試每個區域，運行一次快速循環，確保所有區域能夠正常開啟同埋關閉。呢啲簡單嘅檢查只係需要幾分鐘，但係對於保持花園健康同埋慳水有好大嘅幫助。多謝你嘅收睇，喺 Conserve 我哋好自豪能夠同 Inland Empire Utilities Agency 合作，通過 RISE 計劃為房主免費提供呢一啲服務。我哋嘅目標係幫助你慳水、節省金錢，並保持你嘅景觀健康高效。如果你未註冊，而家係時候啦，請訪問以下連結，直接聯繫我哋，以安排你嘅預約。我哋喺呢度令到慳水變得簡單而且冇壓力。嚟自 Conserve 同 IEUA 嘅所有人，感謝你為保護我哋嘅水資源所做嘅努力。我哋好快見面。